很多家长呢带孩子来香港插班，第一步就卡住了。香港学校类型五花八门，到底應該怎麼選？來，我們上乾貨。內地學校很簡單啦，我們可以理解為公立和私立。但係咧，香港學校咧足足有5大類嘅，咁差別咧就真係好大嘅。大家咧可以分為官立學校啦、資助學校啦、直資學校，有私立同埋國際學校嘅。咁官立同埋資助學校咧，大家都可以理解為係免費嘅。絕大部分咧都係靠排位，插班難度就非常大啦，同埋咧都係偏愛粵語嘅小朋友。咁直資學校咧就係我哋大部分內地港寶嘅首選啦。學費咧基本係喺4000至到7萬蚊不等嘅。英文環境好啦，同埋佢哋仲開放咗 IB 同埋 A Level 嘅雙軌課程可以俾大家選擇，所以咧係稱為評價嘅國際學校。咁更重要嘅咧係直資學校咧係自主收生，學位又多啦，所以非常適合我哋內地港寶嚟香港插班。而香港嘅私立同埋國際學校咧，佢學費大概係喺20萬左右啦。咁佢同樣咧都係開放咗 IB 同埋 A Level， 仲有 AP。3種課程嘅，我們經常看到的呢，比方說像漢基、VSA、弘利等等。那24年呢，全球100強的 IB 榜裏面啊，香港學校就佔據了21所，那實力是相當恐怖啊。那到底應該怎麼選呢？如果你預算有限的話呢，那我們可以選擇官津和資助。如果呢你是有一定的預算，也想要更好的雙語環境的話呢，我們就可以選擇直資。那這同時呢，他們兩個呢都是走 DSE 體系的。那如果呢想孩子不那麼卷，又走未來留學出國的路線的話呢，那咱們可以選擇國際學校。那這個學姐呢也是扎心講一句啊，很多家長看了一大堆的一個介紹，最後都不知道應該怎麼選，因為每一個類型呢都有第一梯隊的名校，每一個名校收生偏好呢也完全不同，所以選錯方向呢，孩子再優秀也是容易被拒之門外的。這個學姐幫助了上千名的孩子做過香港升學插班規劃。如果咧你都頭痛緊幫小朋友插班香港嘅話咧，咁隨時 PM 我啦，話俾我聽你小朋友依家係幾年級，我再幫你做1對1嘅規劃。快啲關注悠悠，點個讚啦！